覺得我哋任何人其實都應該要用肉眼或者其他嘅形式去幫手記錄同埋記得。我今日嚟獻花嘅時候，因為花束都好大啦，我想睇下會唔會有一啲最大嘅人嘅時候，咁佢哋會有需要嘅，我都希望分享呢扎花出去。我去到大埔區嘅天線花店嘅時候，大家都係排隊購買嘅。咁咧，雖然花店都提供咗一啲免費嘅花束，但係其實我大部分見到花店嘅人都係自費購買。如果係俾錢購買嘅話，佢哋會係捐贈出去。可唔可以分享下目前手上面借咗啲咩嘅？目前主要都係叫香港人共勉，有離世咗嘅家屬，咁我哋都可以即係香港人嘅團結嘅力量，都可以陪伴佢哋一齊度過呢個咁難同埋咁艱難嘅時候。即係見到咁樣一場意外，令到咁多人枉死，都好唔開心咯。都係想逝者安息啦，咁即係其他人都可以重新振作。我覺得政府去快啲去徹查翻原因，還翻死者一個公道咯。雖然係為咗呢件事好唔開心，但係想都要正常投入翻個生活，令到個社會運作。我希望呢件事個真相會查明咯。